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，見到我咧，即係代表同大家睇樓嘅時間咧又到啦。咁我相信咧住開大埔嘅朋友咧都知道啦。咁市中心咧大部分嘅單位咧可能都係主要係兩房為主，可能咧都係啲實用400尺左右嘅上車盤。咁如果譬如咧家庭嘅成員真係多咗，或者想換大少少，想揾啲三房嘅話咧，或者有套廁咧，喺市中心基本上咧個可以揀嘅屋苑咧就唔係咁多。而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屋苑咧，有機會咧就可以滿足到你嘅要求啦。咁樣咧就係咧我身後面呢個帝欣苑嘅一個三房套廁單位啦。咁呢個屋苑咧不但止咧就有一定嘅尺數啦，全部咧都係三房為主。咁咧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咧就係大少少，仲有套廁同埋工人套房嘅。咁啊另外咧呢度位置咧亦唔算話好遠，因為咧都叫做係市中心附近，行得到去太和嘅港鐵站。呢度步行過去咧大約咧都係8-9分鐘左右嘅啫。咁啊一條直路咧就已經咧可以到咧太和站。咁啊基本上咧去邊度返工返學咧都已經好方便。咁啊如果唔想行嘅朋友咧，其實呢個屋苑咧本身就已經有 shuttle bus 啦，可以咧提供翻咧去翻咧海埔花園嗰邊啦，同埋咧會經過太和站，咁啊都可以咧，咁啊唔使行路咧都可以去到出到去啦。咁啊呢個屋苑咧本身自己咧就有啲會所嘅設施啦，有網球場啦，有泳池啦，咁啊有啲咧健身嘅設備。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即係同大家咧喺附近行個圈啦，了解呢個屋苑多咗之後咧，就即刻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啊！咁帝欣苑咧嘅外貌咧就係咁樣啦。咁佢一共咧有37座，就分為兩期。咁兩期咧都係非常之近。咁啊都係咧可以行到去太和火車站啦。咁我哋今日要睇嘅單位咧就係1期。咁咧多數咧嘅呢度嘅車位比例都非常之充足，大部分單位咧都可以1配1咧做到一個入契嘅有蓋嘅車位。咁大堂環境咧就係咁樣，攞上嘅地方啦，咁咧就得1部 lift，咁啊一共咧就有6層啦，1樓咧就係地下或者有花園，6樓咧就係連天台。而我哋今日睇咧就係一個中層嘅單位，咁啊入翻個單位啦。咁呢個單位實用咧就係922尺。咁啊帝欣苑嘅特色咧就係一個巨型嘅巨無霸客廳啦。咁你基本上咧呢度啊小朋友喺度踩單車啊，玩下車仔啊，其實完全係夠晒位置，非常之寬敞。落地大玻璃望晒成個1期嘅內園泳池景，咪非常之靚啦。加上今日天氣好好，藍天白雲配襯出嚟，成幅畫咁靚啊！咁啊呢度咧就可以擺3座位加貴妃椅嘅梳化啦。咁啊前面咧就做個60寸嘅大電視都冇問題。咁另外呢邊啦，咁啊因為而家呢個業主咧就做咗好多嘅入場櫃啦，咁啊好多收納嘅空間。咁如果你唔做嘅話咧，其實擺張咧700人嘅餐台咧都絕對唔係問題。過時過節一大班朋友嚟玩，地方絕對夠用。咁啊做咗個玄關位咁嘅設計啦，咁啊可以着下鞋啊，擺鞋嘅地方。咁另外啦，就廚房啦，咁廚房嘅空間亦非常之寬敞啦，咁啊已經預留晒咧雙門雪櫃啊、洗衣機嘅位，咁啊有窗啦，絕對唔會係黑廁啊或者廚房黑咁樣啦。咁即係入邊咧就係一個工人嘅套廁，咁啊自己咧都會有佢嘅空間。咁另外啦，其實個廚房就分咗兩邊，亦做咗好多櫥櫃，收納空間非常之充足。咁啊爐頭啊、抽油煙機全部一應俱全。咁之後啦，咁啊一條走廊咧就會入咧房間同埋咧廁所。咁呢個咧就係客廁啦。咁啊裝修咧都非常之新淨企理，同埋做咗企缸、浴室寶啊嗰啲全部都配備好晒。鏡櫃啊、洗手盤嗰啲全部都係好乾淨企理，基本上唔使大執已經可以即刻住得。咁啊睇咗第一間房先啦。咁啊呢間房咧就係最細嘅，咁啊都夠位擺雙人床、衣櫃，方方正正。咁啊呢個咧個景觀咧就同另外個房咧就唔同，呢邊就望翻咧自己屋苑入邊嘅。咁另外啦，本身咧呢個單位就應該係3房啦，咁佢咧就將2個房咧打通咗，而家就做咗一個咧超級大嘅主人房，咁就係呢度啦。景觀全部都係望翻內園同客廳一樣，咁啊攞咗個大衣櫃咧就間開咗衣帽間同埋瞓嘅空間，咁啊可以擺雙人床啦。
咁啊就算做3邊落床咧，都絕對唔成問題。衣帽間咧就可以做擺幾個櫃啦，一年4季嘅衣物咧，全部可以 display 出嚟都冇問題啊，因為實在個空間太大啦。另外咧就主人套廁，咁啊一樣 size 都好大啦，咁啊一樣做晒浴室寶、企缸裝修過晒全部，非常之乾淨企理。成間屋嘅裝修咧都係行清雅，咁啊白雪雪咁樣，感覺上咧配埋光線嘅採光度咧，成間屋就好光猛，同埋咧感覺咧好溫馨。咁望翻個景觀啦，再俾個 close up 俾大家，主要咧都係望翻呢1期嘅內園景啦，咁啊望多少少2期啦，咁啊配山景同埋藍天白雲景，望到網球場同埋泳池景，非常之唔同層次嘅景觀。咁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， 咁你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約睇呢個單位或知道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大家。